每次上網都有一串數字話俾全世界知你喺邊，呢個就係 IP 地址。IP 地址全稱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，就好似你部電腦喺網絡世界嘅門牌號碼。而家主要有兩個版本，IPv4 係4組數字，例如192.168.1.1。不過 IPv4 嘅地址就快用完啦，所以就推出咗格式更長嘅 IPv6 嚟代替。咁 IP 地址會洩漏啲咩呢？透過 geolocation 地理位置定位技術，人哋可以靠呢一組數字估到你身處邊個城市，甚至邊個區域㗎。其實你訪問嘅每一個網站，佢哋都會靜靜雞記錄低你嘅 IP 地址。廣告商就係利用呢啲資訊，精準咁向你投放你可能有興趣嘅廣告啦。想保護私隱，第一招可以用 VPN 將你嘅真實 IP 隱藏，換成伺服器地址。第二招係用 Tor 瀏覽器，佢提供極高嘅匿名性。不過上網速度就會慢啲。第三，你可以喺搜尋引擎打 What is my IP， 睇下自己暴露咗咩資訊，了解自己嘅網絡門牌，先可以更好咁保護個人私隱。下次上網記得小心啦。